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北部甲东北部天气湿凉。明仔载元旦会来一波强烈的大陆冷气团，后日甲大后日是上冷的时阵。北台湾部分的地区低温可能会落破10度，高山地区有机会落雪。 看日即天透早就乌阴兼落雨，国父纪念馆的应地边啊，早就有人用卡架来摆好势，要翕101的烟火。卡架还有吐塑胶袋啊，当做雨满，无人摇雨伞。提早来看这个位。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在北部、东北部天气比较湿凉。如果有要看烟火活动的朋友，可以选择烟火的上风处，也就是释放地点的比较偏北或偏东方。 看烟火唔通伫风尾，啊！若要看曙光，嘛要选择所在。桃园以北、东北部地区分量偏低，看到曙光的几率较低。东半部台湾关山的所在分量偏低，会使看到曙光是一半一半。中南部平原地区金门偏雨，相对来讲，即较有机会。湿湿凉凉的跨年夜，若要出门，爱加塔衫，较袂去感着。元旦开始，将会有新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逐渐南下，影响我们。2日、3日是天气最冷的时候。应验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全台气温差不多是15到17度。元旦开始，强烈大陆冷气团会来，和北部暗时气温会落到13到14度。初2、初3影响上明显，北台湾的气温有可能到10度到12度，局部所在有可能较无10度。中南部气温11到13度，初4日时气温回升，初5有另外一波大陆冷气团会来。3日的清晨是最冷的时候，礼拜5。 可能北部及东北部1500到2000公尺以上的山区，以及中部还有东部3000公尺左右的高山，会有一些局部降雪的几率。所来这几天天气拢是湿湿冷冷，会豆豆变成大冷。若要出门，雨伞爱扎，嘛爱穿好袖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